繼續新聞時間，港鐵西港島線最快後年通車。咁為咗興建上環至西營盤嘅隧道，港鐵引入全球第一部隧道拆卸機，拆卸上環站列車倒車位，同時培訓本地工程人員。謝明輝就落隧道睇過。呢一部就係港鐵引入全球首部隧道拆卸機，部機直徑5米，長近7米，喺法國製造，運嚟本港之後先至裝嵌。受過訓練嘅工程人員透過遙控器控制機械臂，拆除一塊塊闊約1米、厚約30厘米、內藏鋼筋嘅隧道組件，再經由拆卸機後端運走。1星期可以拆大概10米嘅隧道組件，再用噴漿加固地底土質。港鐵上環站地底用嚟倒車嘅隧道位同西港島線西營盤一段重疊，要拆卸100幾米嘅隧道，而呢一段隧道較為狹窄，加上地面有大廈，用拆卸機比爆破拆卸更加安全。現時操作機械嘅都係外國專家，港鐵希望引入新技術，為本地培訓大型工程技術人員。One of the key things of that,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try and do as an organisation, is to then get those people to help train local residents of Hong Kong to be able to take on board those skills and technologies so that Hong Kong doesn't lose that skill base. 西港島線西營盤呢個隧道拆卸工程呢，就會喺10月頭呢完成㗎啦。至於土木工程部分呢，亦會喺出年嘅年中呢完成。至於成條嘅西港島線，最快會喺2014年通車。亞洲電視記者謝明輝報導。